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日文速成班。今日呢，我哋要拆解一個好多學日文嘅朋友仔都成日拗晒頭嘅問題，就係點樣用日文嚟講估下呢樣嘢。冇錯啦，就好似我哋平時講嘅可能是、肯定是、應該是呢啲嘢，我哋日日都掛喺口邊噶嘛。但係轉做日文，是唔是真係得一種說法咁簡單呢？今集我就同大家一夜搞清楚，教你哋點樣先可以準確咁表達出你心裏面嗰個肯定程度。Hello， 大家好，我係你哋今日嘅日文導師 Lady JJ。喺呢個速成班呢，我會帶大家一齊踩咗日文裏面由純粹估下到充滿自信嘅各種唔同嘅表達方式。準備好未啊？Let's go！OK， 我哋即刻嚟睇下今日嘅學習地圖先。首先呢，我哋會逐一擊破3個表示估下嘅主要式嘅主日下嘅主要句型式，猜字晒佢哋嘅用法。跟住最後嚟個終極大 PK， 幫你學完之後即刻識得用。好，第一位選手出場。呢個句式呢係最基本個款，即係當你完全冇任何線索，純粹齋估，好似估下聽日會唔會落雨咁，就係用佢咧。佢嘅公式好簡單噶，就係將動詞、名詞或者形容詞直接喺後面加上かもしれない。嚟，大家跟住我讀一次，かもしれない，係咪好易記呢？譬如呢句句啦。彼は自宅にいるかもしれない，意思就是佢可能喺屋企噶。你講呢句嘢嘅時候呢，個身其實是50-60，可能只係憑感覺判斷佢收咗工會返屋企，完全冇任何實質證據噶。呢個句式仲有唔同版本嘅，好似平時同 friend 吹水就可以用普通型かもしれない，或者再冷人啲，直接講かも就搞定。但如果係對住老闆或者長輩，就要斯文啲啦，用翻個禮貌型かもしれません。總之，重點就係把杯唔大，純粹估下。肯定同否定嘅用法都好直接。肯定就係いるかもしれない，肯定喺斜呢度喎。咁否定呢，大家要留意啦，只要將前面個動詞いる變成佢嘅否定成いない，後面照跟變成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咁就搞定噶啦。意思就係佢可能唔喺度喎。好，跟住我哋睇第二個句式，呢個嘅語氣即係 level up 界，即係當你冇實質證據，但係你嘅第六感粗長，內心有把聲同你講冇錯，肯定係咁嘅時候，就輪到佢出場啦。呢個句式嘅公式呢，就係喺後面加上に違いない，に違いない。違い本身有錯誤、無解嘅意思，ない就係冇，所以加埋一齊就有種冇錯、肯定係嘅感覺啦。嚟，大家再跟我讀一次，に違いない。我哋睇下呢個例子，彼女は中國語を話せるに違いない，意思就係我超肯定佢識講中文嘅。喂，點解你會咁肯定嘅？你可能未聽過佢咁，但可能係因為你見到佢睇緊中文小說，又或者純粹係一種好長嘅直覺。記住啊，呢個係你主觀嘅判斷，唔一定有哭慣重句支持噶。佢嘅普通型就係に違いない，而禮貌型就係に違いありません。大家要記住呢個用法嘅 keyword 係主觀，係講緊嗰人自己嘅強烈信念，同有冇證據係兩回事嚟噶。好。嚟到我哋最後一個句子式啦，呢個就好似偵探查案咁，唔係靠直覺，而係基於你手上嘅線索同埋證據，作出一個合情合理嘅推斷。呢個句式嘅結尾係はずだ，はずだ。大家要特別留意一樣嘢，如果前面係名詞嘅話呢，就要加個の，變成名詞のはずだ。例如你見到個天會黑晒，你就會推斷應該會落雨，就係用呢個啦。呢句例句就將教嘅用法解釋得好清楚啦。彼女は中國に5年間住んでいたので、中國語を話せるはずだ。大家睇下前面，因為佢喺中國住過5年，呢個就係我哋嘅證據，所以後面未得出一個好合理嘅推論啦。所以佢理應識講中文。佢嘅普通型係はずだ。禮貌型就係はずです，所以總結一下，當你講嘢係有根有據，照鏡會係咁樣嘅時候，就要用はずだ。
而唔係純粹靠估嘅かもしれない，亦都唔係靠節刮嘅呢次街內啦，明咪？好事在後頭。而家學西三個句式，係時候將佢哋擺上擂台嚟個終極對決，等大家一次過睇清楚佢哋究竟有咩分別。好，咁呢張圖表就係今集嘅精華所在啦，大家要集中心聲睇睇。かもしれない意思係可能是，肯定程度最低，得過30%把握，純粹靠估。跟住に違いない就係肯定是，信心爆棚，有成90%把握。但係要記住呢一個係嚟自你個人嘅主觀信念。到最後はずだ即係應該是，肯定程度都好高，不過佢嘅基礎係客觀證據同埋邏輯推論。咁樣是咪一目了然啦呢？所以呢，最關鍵嘅一點就係，下次當你要估嘢嘅時候，不妨問下自己，我點解會咁諗緊呢？你係純粹靠估，定係要強烈直覺，定係有根有據？只要諗清楚個點解，你咪自然識得揀啱用邊個啦。今日嘅內容係咪好清晰呢？希望呢個分析幫到大家，以後唔會再撈亂呢3個用法啦。下次我哋會學另一個超實用嘅主題，就係點樣用日文表達我想做啲嘢。大家記得返嚟上堂啦，拜拜。